公開演講練習3，承繼上回。此事嚴重並影響國家利益大局和香港的國際聲譽及地位。本人愛香港深切，希望可以聯合相關執法機構，團結一致，心繫香港，為世界證明香港可以增加輝煌成就嘅地方，為祖國可以在聯合國中增添多一點色彩。本人絕對願意為極愛的祖國及香港貢獻一分綿力，因為我從小在香港長大，也想帶一絲絲的光榮。希望行政長官彰顯你的權能，特事特辦處理事情。我會在你的英明領導下，膽大心細地處理調查事件，盡力不會為此事上增添多一點憂愁。給親愛的李家超先生，2025年7月23號敬上。係，呢個係結尾嚟嘅，成個練習廣告就完啦，多謝晒。